阿嬷的菜头粿文录音简细量。阮阿嬷手艺真厉害的，无论是煮饭、炒菜，也是做点心，逐项拢真好食。逐年的过年过节，真侪亲戚朋友会来阮兜，为着会使食到伊煮的物件。其中上有名的是菜头粿。讲到伊的菜头粿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上出名，上无半当前就爱吩咐，拜托伊来做，才食会着。虽望伊定定做甲无面无质，甜甲要死，毋过见若听到人的嗷唠，伊就欢喜甲困袂去。阿嬷的粿是用枣香茶豆豆仔炊出来的。伊上费气的代志是爱顾火，火若伤猛会臭火焦，若伤细拍会吹袂熄。煞摆人爱连续几若点钟顾伫遐，火才袂花花去，又搁爱稳定火势。另外嘛爱接接甲菜头米浆拉拉咧，互伊焦匀，才会好食。特别过年过节的时阵，定定爱接线几若礼拜。无天无暝会行火炊粿，有时阵茶无够，透暝暗暝蒙去找茶，无因甲用要无头神去。我看阿嬷迄段时间雄雄老要10岁，人嘛翘久落去，敢若要趴伫涂骹斗。所以我甲小弟的工课就是帮阿嬷轮暗班，互伊会使加减困觉。才袂遐忝，毋过伊往往袂放心，规暝起来几若摆。虽望膝头真艰苦，却是阮妈孙仔上亲近的时阵，也是我上少念的日子。我有问阿嬷，粿爱安怎炊才会好食？伊讲全部的材料拢爱真材实料，爱有够鲜，爱无价够有趁钱无？我敢若要互大家食上鲜、阁好食的物件。我看阿嬷甲米洗甲足清气，阁浸伫水底，嘛要上鲜上水的菜头，经过石磨仔机磨出来的米浆，那牛呢高高高，微微的米香沁入鼻内，出来的菜头那白雪、白泡泡、幼绵绵，规间拢充满菜头香。甲全部的材料放入去笼床，用火豆豆仔炊。我问阿嬷是安怎菜头粿比有欠芳的咸粿卖较好呢？伊讲因为这才会使真正食到纯粹菜头的甜，甲米的芳味，无伤济添加物，是真正食物的滋味，和做人共款，愈单纯愈好。阮兜住伫庄骹弯弯弯弯的巷仔底，真侪人甲阿嬷害阮厝足歹找，结果受苦的是我，煞变做我爱出去点仔头排担卖粿。细汉时的我真鄙视，看到人遮尔济，歹势甲拢毋敢举头看人，嘛毋敢喝休，敢若摕一本武侠小说，坐伫远远的所在。头咧咧一直看，有人来问才勉强讲话，到上尾人客嘛是定定找无所在通买。阿嬷甲我讲，歹势家己想的，因为我的无路用，煞气身落命。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。即句话无适合用伫阮阿嬷身上，因为伊的身体无病无痛，勇行敢若唱牛咧。骹手嘛真美丽，敢若岁月不知伫伊的身躯留下啥物。阿嬷定定问我，敢要学炊粿？我甲你教。我回讲无问题啊，等我较闲咧就来学。想袂到10几冬就安尼过啊，游玩还未开始学。民国107年的清明节，我要离开旧厝出去佚佗，伊交代我粿食无了爱冰哦。要食的时较甲溜溜咧，较好食。想袂到，这是阮两人的上尾一句话。无偌久，我接到小弟的电话，
讲阿嬷人雄雄无爽快，医生讲无啥乐观，我赶紧对高雄撞转去。游园妹夫见伊最后一面，伊已经过往啊！我是安怎嘛毋敢相信，无法度接受，就安尼阿嬷的功夫就失传啦。我深深感受宝贵的传统文艺，爱紧学习甲保存，毋单单失去才来后悔，就袂赴啊！阿嬷的过是安尼，台语文化嘛是安尼。